喺上個月我參加咗由 IAB 香港舉辦嘅 Agentic AI Challenge 比賽入邊咧贏咗冠軍。今次影片分享一下我參加比賽嘅題目，同埋都鼓勵大家下年都去參加一下。IAB 係一個 marketing 嘅協會，所以嗰個題目咧都係同 marketing 相關嘅。嗱，我參加嘅題目咧係假設幫呢一間公司去製作一個 AI 小編。咁呢個 AI 小編咧係會基於嗰件產品去執相啦。你見到呢件產品咧會加咗呢間公司嘅代言狗啦，即係一隻吉祥物啦，同埋會設計呢一個 Facebook post， 同埋會發布到落去 Facebook、Instagram 等等等等嘅。嗱，呢間公司咧即係新加坡嘅萬寧，佢係賣藥同埋一啲保健品嘅。傳統嚟講，如果冇 AI 嘅情況下，你每次要一個吉祥物去影呢張產品照片嘅話呢，咁你可能要揾一個同事去着呢件吉祥物嘅衫啦，然之後要 set 好晒嗰啲 studio lighting， 然之後去影一張相啦，影完相之後要執啦，執完之後呢再擺落 Canva 啊或者 Photoshop 呢啲設計軟件度呢去設計呢個 post， 然之後再貼落去 Facebook 度啊嘛。咁快起嚟啊，呢個流程呢都可能要30-40分鐘嘅。而家呢，我就透過 AI 去自動化呢個流程，就將時間咧縮短到每件產品喺1分鐘內。嗱，呢一個咧係佢哋嘅官方網站，你見到佢嘅主要嘅色系係橙色啦。咁佢哋咧每日咧都有好多嘅特價品嘅。咁例如而家呢度有支牙膏，而家咧我就將呢件產品嘅連結 copy， 然之後咧就將呢條連結咧交俾呢一個 AI 小編啦。咁我使用嘅工具係 N8N 啦，然之後撳送出。喺度咧，我使用咗一個新啲嘅模型咧，叫做 Kimi， 佢嘅性能係唔錯嘅。嗱，首先第一個步驟咧，佢就係閱讀呢一頁產品上邊嘅資料啦。咁喺後邊咧，我俾咗一個好詳盡嘅 prompt 佢嘅。喺度咧，我同佢講你係 Guardian 呢個品牌嘅 social media manager 啦。咁個用戶咧會俾一條產品連結嘅你嘅。嗱，你首先咧要用一個工具咧叫 Firecrawl 或者咧 Gina 咧去讀取嗰個網頁嘅內容，讀取個內容之後呢，佢要揀3張圖片俾我啦，佢要寫嗰個貼文嘅內容啦，同埋提供3個嘅 headline 俾我選擇嘅。嗱，headline 呢係指嗰個設計圖片上邊呢一個嘅 headline， 咁係分成2行嘅。咁呢一啲價錢呢，就係自動地喺嗰個網站上邊攞落嚟啦。嗱，跟住落嚟睇下佢嘅表現如何啦？咁呢一個呢，就係佢寫出嚟嘅文案啦。咁呢件產品呢，係高露潔牙膏，咁佢主打呢，就係一啲防敏感嘅。嗱，喺個文案上邊，咁佢都有提及防敏感牙齒呢啲字眼啦。然之後呢，佢俾咗3個 headline 我選擇，同埋3張圖片我揀嘅。嗱，跟住落嚟呢，佢就會問我想使用邊一張圖片去加嗰隻代言狗落去呢，即係嗰隻吉祥物落去呢，因為仲要執相噶嘛。咁平時呢個步驟呢，就要交俾人去影相啦，再由一個 Photoshop 專家去執嗰張相嘅。咁而家呢，我就係交俾 Nano Banana。嗱，我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呢，咁啱係 Nano Banana 出咗冇幾耐啊。咁我就會用呢個 API 去執相啦。你會見到呢，咁喺佢嘅產品頁面上邊係會有幾張照片啦。咁喺個對話期間呢，佢都顯示咗啲產品圖片俾我揀嘅。咁我就會揀用 Image A 啦。喺度呢，你就見到佢運用緊呢一個 Photo Editor 嘅工具啦。咁我哋而家點擊入去睇下 Photo Editor 呢個工具具體係咩嚟啦。嗱，而家你見到呢，就係透過 Nano Banana 去執相嘅一個流程嚟嘅。咁佢要將件產品加到落嗰隻代言狗度呢，咁佢需要2樣嘢嘅。第一就係件產品相，第二就係要嗰隻狗啊嘛。所以呢，其實喺個 API call 嘅時候呢，喺入邊呢，我係預先放咗嗰隻狗嘅圖片俾佢，從而呢令到佢嗰隻狗每次 gen 出嚟嘅時候呢，保持到嗰個統一性嘅。嗱，呢一張相呢，就係每一次透過 Nano Banana 嘅時候都會包含嘅一張照片啦。咁佢一定要有呢隻狗，佢先知道點樣擺落去件產品度噶嘛。咁同埋咧喺度咧有個巧妙嘅，就係我會同佢講，你件產品咧要擺喺左下角呢一個位置度。嗱，另外呢隻狗件衫上邊咧亦都會有呢間公司嘅 logo 啦。嗱，咁佢一次咧係會提供3張照片俾我去選擇嘅。咁我而家睇一睇嗰個成效如何啦。咁呢個係第一張啦，你會見到嗰件牙膏咧嘅產品咧係保持到嗰個統一性。隻狗咧亦都係同我參考嘅照片咧係十分之相似嘅。呢個咧就係 Nano Banana
呢一個 AI 厲害之處啦。然之後再落去睇第二章啦，跟住呢一章呢就係第3章啦。嗱，而家佢寫好咗個文案啦，佢亦都執好咗嗰張圖片，將件產品加咗落嗰隻代言狗度啦。最後呢，佢就要 confirm 嗰個最後嘅設計啦。因為最終呢，我哋係需要將張相加翻落呢個黑色嘅框度，然之後左下角或者右下角會顯示到嗰個價錢啦。咁平時人手嚟做嘅，咁我哋可能需要用 Photoshop 啊，或者需要用 Canva 呢啲設計工具。咁喺度呢，實際上我背後呢係已經預設咗一個 template，佢淨係需要換呢個字啦，換翻呢個品牌名啦，同埋換翻嗰個價錢就 OK 噶啦。嗱，頭先嗰張參考圖片呢，我同佢講件產品要放喺左下角啊嘛。咁你會見到呢，3張圖片呢都好穩定地係放到喺左下角嘅。嗱，我自己發現呢，你直接提供呢張相喺個左下角度大大隻字同佢講產品放呢度呢，個成效係好過你就咁打字同佢講放喺左下角嘅。而家你畫面見到呢種方式呢，個穩定度係會更加高。嗱，喺度呢，佢就問我要邊一個嘅 image 啦。咁喺度呢，我就選擇 image E， 咁我就同佢講 image E 啦。嗱，頭先我揀咗相片啦，但係呢，原來我俾漏咗個資訊佢啊，就係佢俾咗3個 headline 我揀嘅，咁但係我未揀邊一個 headline， 所以咧佢就而家追問我，你係 confirm 用邊一個 headline 咧去擺上去呢一個設計上邊啦。喺度咧我就同佢講揀 headline A 啦。喺度咧你見佢運用咗一個工具咧叫做 Post Image Design， 咁其實背後咧係一個 design template 嚟嘅。跟住咧又睇一睇嗰個成效係如何啦。喺度咧你會見到呢個就係最後嗰個設計啦。左上角就放咗高露潔呢一個品牌落去啦。然之後咧呢度就係嗰個 headline。咁呢件產品上咧就成功配合咗呢一隻嘅代言狗吉祥物。咁呢隻狗上邊嗰件衫嗰個 logo 亦都可以保持到一個統一性啦。然之後就係個價錢啦。咁個原價咧就係 15.49， 特價咧就係11蚊。咁我而家 double check 翻嗰個網站上面嘅資料正唔正確啦。咁喺度咧你會見到啦，係啦，原價咧就係 15.49， 特價咧就係11蚊嘅。嗱，最後一個步驟咧就係發布到落去我嘅 Facebook page 啦。咁由於呢個咧只係一個示範，我唔真係發布出去啦。嗱，最後分享下一啲心得啦。嗱，其實如果你有用開 N8N 同埋你明白 API 嘅原理咧，其實技術嗰 part 反而唔難嘅。嗱，當中最難處理咧就係呢一個小編 agent 再 generate 一個 prompt 俾 Nano Banana 咧去執相嘅。嗱，所以 Nano Banana 嗰個 generate 相嘅 prompt 咧，其實係由呢一個 AI agent generate 出嚟嘅。而呢個 AI agent 咧就係基於我嘅 system prompt 教佢點樣 generate。嗱，其實咧我主要個難度咧就係由於每件物件嗰個大細唔同，我要俾一個清晰嘅指示佢嗰隻代言狗幾時係拎起件產品，幾時咧件產品係要放喺嗰個台上面嘅。嗱，舉個例子，有啲產品係好細件嘅，例如係一支唇膏。咁如果隻代言狗拎住支唇膏嘅話咧，其實係睇唔到嘅，因為支唇膏太細啊嘛。咁呢個情況下咧，我就會叫佢將支唇膏咧擺喺左下角嗰個位置，同埋可以放大少少啦。嗱，所以你睇翻嗰個 system prompt 咧，其實入邊有好多字咧係因應嗰件產品唔同嘅大細，俾唔同嘅 prompt 嘅指示咯。嗱，例如呢度咧，例如係一啲大嘅產品，例如一啲酒嘅。咁個參考就係呢個啦，一啲好長嘅嘢，例如係洗頭水嘅，咁個 prompt 就係呢一個啦。例如一啲好細件嘅嘢嘅，咁個參考嘅 prompt 咧就係呢一個，如此類推啦。嗱，喺度咧都俾大家參考下 Nano Banana generate 出嚟嘅其他嘅圖片啦。咁佢嗰個穩定性係十分之高嘅。咁我亦都試過再將呢一張相片變成影片啦。嗱，你會見到咧，相對嚟講咧，影片嗰個穩定性係冇咁高嘅。例如當嗰隻狗拎起咗件產品嘅時候咧，其實個盒咧係有少少變咗形嘅。嗱，呢一個咧係另一個嘅參考例子啦。同埋喺個過程入邊咧，我做咗好多唔同嘅測試嘅，就係點樣令到佢保持到個穩定性同埋高質素嘅圖片咧。因為最重要嘅嘢就係如果件產品變咗形嘅話咧，係唔得噶嘛，係會違反商品條例噶嘛。呢件產品一定要保持到一致性。另外隻代言狗都要保持到嗰個一致性，因為呢個係代表緊嗰個品牌噶嘛。咁喺度咧，我試過唔同模型啦。咁喺
9月份嘅時候，其實可以保持到統一性嘅 AI 模型咧，主要係得2個嘅啫。嗱，咁呢2張相咧就係用 Seed Dream 呢一個模型去 generate 出嚟嘅。Seed Dream 係嚟自於 ByteDance，即係 TikTok 嘅母公司字節跳動啦。咁我比較過之後咧，我發現 Nano Banana 嗰個穩定性係高啲嘅。例如你會見到 Seed Dream generate 出嚟嗰隻狗咧，嗰個比例咧每次都會有少少唔同嘅。嗱，另外啦，右手邊呢2張相咧就係使用 Google 嘅 Nano Banana 啦。咁有啲情況下佢會唔小心 gen 多咗件產品出嚟啊，或者有陣時候嗰個比例上個落差會好大啊。嗱，解決方法咧就係我之前頭先提過，用個 prompt 俾多啲參考佢，從而令佢 generate 出嚟張相咧更加穩定。例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唔同產品，我會建議一個比例啦，我會叫佢放落去左下角度等等等等啦。嗱，如果你想了解多啲 AI 點樣應用喺我哋 marketing 嘅工作上邊嘅話咧，歡迎參加12月6號香港舉辦嘅進階營銷策略及 AI 內容自動化工作坊。嗱，當中係有一個部分咧係講點樣用 AI 去處理呢一啲圖像設計嘅，但係整體而言咧，成個工作坊咧係以 marketing 策略為主。嗱，呢個工作坊咧係一個10週年備活動嚟嘅，只係會舉辦一次嘅啫。但凡過去10年入邊參加過我哋任何3小時以上課程嘅朋友咧，都可以獲得1000蚊報名優惠。歡迎去我哋 Facebook Inbox 度查詢。如果想了解更多課程內容嘅話咧，亦都歡迎點擊影片下邊嘅連結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。